这么就得嘛拍不的，这么就差就带下带工作的，都是我空着哈来不的说的，恰是的红嘛我这就是的，我带下我的，这么就小带下我的小带，小下子在哪里带？红个古树切中我别要的，红个古树切中，古树切中，小带下我带下。我说，俺们做人家做嘛了，木龙也不叫他呢。我这旁边真的是木龙也不叫。那么国在对吧？对嘛叫啊，主要对吧？就是木龙也不叫。姑妈妈过讲最嘛些，他妈妈的成人嘛懂。工作了说的，他妈的学习也不学，叔叔不过了讲究也不接，教哥哥全面也不送了，是的我学经验，钱也不拿，接了嘛了对吧？也不接。咱们这些年的嘛的，我给我也不拿，今天得了的呢，就我觉得最起码了钱呢，二个现在就不管的呢，俺们那是就我出去了的，三十多毛了钱，要不拿了呢，大地要不艰难受。你们都过来讲，你们这的就是日子，这个我不讲明，我们的讲的所有。不接这边从这东啊，我说这边小了说的，你们这就是这我们讲的，就我们人家在说的，看见这边从这东啊，我说这边小了说的，这就是这边我们讲的，就我们人家在说的。我这个别从这张个不能说这边小了说的，两边把人接到青宝东去的什么地方的去，接到给这就是到了，有完的到当街的到。